的就回去家去把我罗个红针也拉去随便也回去把我帮忙要拉随便生气才能地在那去在他们的傻逼地主把枪到基本上也打你女的个也有公包的啦呀女的逃跑你他他总是把我罗个可能会去路南去跟去有等着就红的的突然要接到等下那么从嘛来他学么个话的地里总是把我罗个了他不那个去了没啥当年他就当些个你们的电视机去电视机来的了但是他总是罗个了那学东西查送什么进的年纪去大开车去过了去电视机在去电视机打电视机的阿里的票多电视机来的了但是学东他阿里个出手现在么东个做怕说错怕有啥聪明个多少年纪我呢他个去开个把了怕说的去全被做下来他开的去两个边有个长嘛边多电视机写的钱个把电视机来的了那么聪明钱多钱个把的电视机咱呢做去怕说查实有点个现在么多错怕了有个他去查实那么聪明个聪明想去加工去那激动他做的了第二种在罗个了的写个聪明个你们电视机也咱呢他跟他某一个我呢他学习起来那跟他们行商呀给些年那么个准备电视机出钱不电视机拍一个对了推荐小孩记得当初的拍把长嘛子但是在罗个了他抗生素啊的就现在干的去写了现在在这个东安东这说的做呢但是他就了南街家也公公头把激动嘛子但是可能个三单刚用把电视他们家慢慢很就用这个对面想去加工这些弄啊激动这种成本但是可能种成本给他去不但个钱了让谁他就容易没啥帮给家都等去弄了电视剧的都是充满用他就可能说对俺来说呢南街家也公布头把激动嘛子但是查说容不进对女进这一个甚至这里的是南街可能俺说个对俺来说呢他南街家也公布头把激动但是菜多电子查送对女进这一个菜多电子南街门对边这里他到现在说是对让官员把带到他们家慢慢很就是这个钱的现在跟到某一个农行呢对面想就加工这些弄了介绍电的经验